我俊一，今年16歲。媽媽玲子30歲。爸爸不在，媽媽說他早就死了。我不擅長說話，腦子裏總是不靈光，大人說這叫自閉症。我們乘船回到了濟溝島，媽媽的老家。今年這裏要舉行溝神祭典。溝神是一種叫斑鳩的鳥，島民相信現打斑鳩現期無會受到詛咒，於是每年會舉行盛大祭典酬神。這時全島的人都會聚集。至於溝神是什麼模樣，我就不知道。但聽說在鳥居神社裏會有些可怕的事。夜裏我睡不着，媽媽的房間就在旁邊。我躺在被窩裏睜着眼。島上的風聲很怪，樹葉沙沙作響。媽媽今晚不對勁。白天她還很溫柔，但穿上祭典的服裝後就像變了個人。白色的和服，頭上戴着飾品，臉塗滿白粉，笑容很嚇人。她對我說：俊一，要乖乖的果，但她的眼神閃着光，像溝神一樣神秘。半夜媽媽不見了，被窩空空的。他去哪了？我從窗戶看出去，見到他像個白影似的走出門。我偷偷跟在後面。媽媽走向森林，月光昏暗。媽媽走在樹林間，美麗卻像個陌生人。我心跳得厲害。我不會說話，但能感覺到媽媽變了。森林深處有間小屋，散發着砍木材的氣味。那裏有位木男，50歲，島上的樵夫。他很高，臉上有疤。媽媽走進小屋，我躲在樹後，屏住呼吸。從小屋的縫隙看進去，媽媽和木男面對面。突然，媽媽掀起和服的下擺，白色的小腿在月光下閃耀。木男抓住媽媽的肩膀，媽媽低聲笑道：木男，我等你好久了。木男把臉埋進媽媽的頸間，媽媽閉上眼，咬着唇。和服從肩頭滑落，露出白色的肌膚，汗水讓她發亮。木男的手伸向媽媽的胸口，媽媽呼吸急促，發出啊的聲音。我沒法移開視線，媽媽的頭髮散亂地蓋住臉。木男把媽媽壓倒在榻榻米上。媽媽的腿纏上木男的腰，兩人的影子晃動着，汗珠在月光下閃爍。媽媽的聲音越來越高，再多一點，木男。木男像野獸般低吼，布料撕裂的聲音響起，媽媽的和服變得凌亂，我腦子亂成一團。媽媽不再像我的媽媽，我僵在樹後，媽媽和木男纏在一起。小屋裏熱氣蒸騰，外頭卻是冷風，很怪的感覺。就在這時，另一個影子出現，樹後有人，是接我們船的60歲的村長超男，眼睛閃着光在窺視。我屏住氣，怕被發現。超男一動不動地看着媽媽和木男，嘴角扭曲成一抹冷笑，真惡心。他盯着媽媽裸露的身體，我想吐。夜深了，媽媽從小屋出來，整理好和服，理順頭髮。木男留在小屋裏，媽媽沒發現我，回了家。超男也消失在森林中，我腦子一團亂。媽媽美麗又可怕，像溝神。第二天早上，島上亂成一團，有人喊。木男死了，我和媽媽去神社看。木男被吊在樹枝上，全身赤裸，身上黏滿了羽。鴨子的羽毛沾着血，黏糊糊的。他的臉、眼睛睜着，像在笑。我腿發抖。媽媽臉色沒變，出奇冷靜。村民議論紛紛，玲子一來惹怒了溝神，她是不祥的女人，以前也有這種事。媽媽沉默。我看着她的手，很冰冷。村民瞪着媽媽，說這是溝神的詛咒。木男的死太怪，滿身羽毛，太詭異。
我想着媽媽。昨晚她和木南在一起之後發生了什麼？超男也看到了，我腦子轉個不停。中午，媽媽對我說：俊一，把祭典的事忘了。秋神很可怕，他的眼神陰暗。我雖不會說話，但知道他在隱瞞什麼。晚上，媽媽又出去了，我跟着她。這次她去了村長超男家。我從窗戶偷看，媽媽和超男在說話。木南的事你知道吧？媽媽說。超男冷笑：我看到你和木南的醜事，是你殺了他吧？媽媽搖頭：不是，我倒想拜託你，請用鳩神的名義殺了我。我嚇一跳，媽媽想死？超男咪起眼：玲子，你在搞什麼鬼？媽媽冷冷地說：我本來想讓有病的俊一當祭典的祭品，但木南他才是俊一真正的父親，他想替俊一死。媽媽眼眶紅紅的。我求求你殺我，不然我就把你的秘密說出去。超男臉紅了，但他沒說完，眼神變得陰沉。超男突然撲向媽媽，把她壓在榻榻米上。你這女人，既然想死，我就先享用你。他撕開媽媽的和服，粗暴地壓在她身上。媽媽卻像木頭人，毫無反應，眼睛空洞地盯着天花板。超男喘着粗氣，汗水滴在媽媽臉上，動作越來越狂野。忽然，超男僵住了，他抬起頭，臉色蒼白。窗外，木南的影子浮現，滿身羽毛，眼睛怒瞪着他。超男大叫：不，你已經死了！他猛地後退，撞破紙門，跌跌撞撞衝出屋外，跑進樹林。我聽到他的尖叫聲漸漸遠去。媽媽躺在地上，慢慢起身，整理衣服，臉上毫無表情。真相在第3天揭曉。木南的死不是意外，而是超男下的手。超男和木南竟是同父異母的兄弟。超男從小嫉妒木南，因為母親偏愛弟弟，甚至在年輕時，超男暗戀過玲子，但他與木南相愛，生下我。超男藏着這份妒火多年。那夜，超男偷窺到玲子和木南的親密後，妒火中燒，潛入小屋，用斧頭砍死了木南，再把屍體黏上羽毛，偽裝成鳩神的懲罰，想栽贓給玲子。但玲子沒等到超男動手，他得知木南的死訊後，愧疚如潮水湧來。他本想犧牲我，卻害死了我的親生父親。他在第4天清晨穿上祭典的白衣，走進了居神社。他對我說：俊一，媽媽對不起你，也對不起木南。我不會說話，只能看着他。他拿出一把短刀，刺進自己的胸口，血染紅了白衣，像鳩神的羽毛。他倒下時，嘴角帶着笑，像看見木南來迎接。超男的下場更慘。他以為是帝後可脫罪，卻在祭典取消後開始發瘋。他在村裏大喊：鳩神來了！鳩神要殺我！村民發現他時，他抱着殺木南時的染血斧頭，滿身黏着羽毛，喃喃自語，眼神空洞。有人說他是被鳩神的詛咒吞噬了靈魂。島上恢復了寂靜。玲子死了，木南也死了，超男瘋了。涉事的人都像中了鳩神的詛咒，無一幸免。我站在神社前，看着媽媽留下的血跡。由於村長瘋了，鳩神祭典沒有進行過，但鳩神的影子似乎籠罩着這一切。我不會說話，但心裏明白，這島上再也沒有安寧。